去年因应国内欠粮的问题，农业部启动专案进口。今仔日，民众党搁再出来质疑，这间进口商敢是农业部为着要进口鸡卵所设立的？是安怎要对同款是易开日本进口较贵的鸡卵，也个进口采购的鸡卵数量前后差别600万粒等等这问题，呼吁农业部得爱讲好清楚。 真正为了小偷鸡卵供应真案的情形，去年农业部启动专案进口鸡卵。不过，民众党立委怀疑讲，超市这间公司根本是为了农业部要进口鸡卵才成立的。日时早起专工召开记者会，指控农业部伫咧专案进口鸡卵的代志，根本是拢在讲白贼。鸡蛋的这件事情上面，早就已经瞧好了，要由超市这家当时根本还不存在的公司。 就是要给他做这件事情确定了以后，才会有什么？才会有马上成立我们的农委会就付款的证明。民众党立委魏国昌质疑讲，超市伫咧2022年9月初5才成立，迄个月就接到上亿的订单。这个月月底伫咧立法院质询的时阵，迄当阵农业部部长陈俊贵也阁对外表示，敢若有超市有能力会当进口鸡卵。不过立委看无的是，超市为日本进口鸡卵，迄当阵日本拄断禽流感，日本国内嘛因为安尼，鸡卵的价销大起，超市是安怎阁要为日本的疫区进口价销贵3的鸡卵？就连农业部敢有甲超市签合约？立委质疑因讲话是翻来翻去。资本额大的、比较早成立的、进口比较少的有合约，超市没有合约，这边没有鬼吗？这卖不用脑袋，用膝盖想都知道不合理，对不对？ 请了行政调查了以后，那我也请政风去做更深入的了解。公务人员作为，如果有不法的话，我一定严惩。立委质疑讲，农业部公布超市进口鸡卵的数量，前后数据前差要600万粒，农业部应该对外讲好明。不过到日市中昼出稿进前，打电话去农业部特务司、甲行政院，拢也未得到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